念你奥妙，我主你念你奥妙，主你念你奥妙，我主你念你奥妙，全世界无人会完全明白主你念你奥妙，全世界无人会完全明白主你念你。这首是海顿爸爸的歌，咱叫伊交响曲之父，那是会叫伊海顿爸爸，因为他是一个很风趣的。好，以后有空我们再来讲。他很多曲子都是创作都是蛮有趣的。夜晚宽宽，无限永长，千万次心归我，一条无限。虽然叫我冷面黑风，转悠悠从北从这红空。日头出现，当心西路，上天上地观念创造，美化更为千年无丢，是变大连风光万有。不要紧，咱真侪伊的歌词拢和咱普通同咧讲的拢无啥共款，吼。咱来看夜晚观看无限永昌，咱有当叫无限，不要紧，迄是腔调的问题，吼。伊若白话字是夜晚观看无限永昌，千万千寻，布满天空，好像就是那个华语的华音天空。河海交整，光明系统，宣扬上帝创造风光。对不对？安那啦，风光也一样，有一点那个很日头出现，然后东升，东升，东升是嘞，东升，西落，东升西落，嘿啊。彰显上帝关联创造，伊发光辉，注音是光辉，哈。照遍宇宙，时点大连，很通贯万有。不要紧，因为我头家嘛第一点看看，我家己念甲袂好势，哈，所以看白话字的注音，我就把它注音下来了。不要紧，咱这个第一站。夜晚，变来。夜晚观看，无限永长，千万次心，布满天空，河海交织，光明黑风，传扬上帝。
上甲来敬关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当咱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请将咱的手机啊关机，安静咱的心，将这个时间留给上帝。咱开始今早起的敬拜。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上主，我的上帝啊，你至大，你用尊荣威严做衫穿，你用光做外衫穿，你天开天，亲像大布鞋，你伫水顶安置宫殿的牛，你用云做车座，用风做石碑。你用风做使者，用焰火做车用，你将地下伫地基，互地永远袂摇错。咱来吟圣诗第8首，举目观看无限强冲，来学乐咱的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Oh
同心压头来祈祷。听阮的爸爸，阮感谢你，互阮伫阮的人生会当受到你的拣选，真侪你的囝儿。主，阮献你，向你献上阮的感谢，这是阮一生当中上介大的祝福甲恩典。听阮的爸爸，阮向你来献出阮的懊恼，因为阮每一日拢是你的看顾。整个的天地拢是你所创造，世界的业力拢伫你的掌握当中。阮知只有你是阮人生的倚靠。阿爸爸，阮来到你面前，向你来忏悔阮所犯的罪。阮知阮心中有侪的歹，为的是阮家己所毋知的，为的是阮故意去犯罪。无论是大，无论是小，拢恳求上帝圣神，你互阮会当看见阮家己的罪，互阮来到你面前，阮来认阮的罪，阮嘛恳求上帝，你用你的宝血来洗清去阮所有的罪，求你来赦免阮的罪，互阮即当时会当徛在伫你面前，互阮会当来到你面前，诚做一个无瑕疵的囝儿。求主你帮赞，看顾阮，互阮会当日日长进，互阮会当每一日哪来哪进步，毋是亲像阮拄神迄当阵，总是嘛恳求上帝，你互阮无失去阮起初的疼心，互阮会当跑走伫你爱阮行的天路。求上帝你来帮赞，看顾甲引带。听阮的爸爸，即时阮要为着世界来祈祷。恳求上帝，你来保守，互整个的世界会当有和平。恳求上帝，你特别来看顾伫菲律宾有侪的人民，因受到大地震的影响，因伫苦难的当中，恳求上帝，你特别来保守、看顾甲帮助因。嘛，恳求上帝，你互这个世界会当有安定，尤其是伫国家甲国家的当中，阮知现时的世界。有一寡所在国家甲当中有战争的代志，总是受到上介大的危害，是迄个所在的老百姓。恳求上帝，你来保守看顾，互执政者有智慧，搁较有上帝你的引带。原知这所有的代志发生，拢有上帝你的业力伫当中，拢有你的旨意伫当中。总是阮恳求上帝，你互阮这个世界会当有和平。嘛，恳求上帝，你看顾阮台湾，互阮的国家会当安定，会当有好的发展。我嘛恳求上帝特别保守看顾阮台湾。主，阮诚做一个基督徒，毋是阮家己好就好，阮搁较爱照着主你的教示去传福音，互搁较侪人认捌上帝。这才是上帝你所爱阮去做的。恳求上帝，你来保守陪伴阮台湾社会的人心，互因需要主，互因愿意来接受主，搁较互因开因的心目，互因诚侪有智慧的人会当看见信耶稣，这是因一生上介大的祝福。恳求上帝，你为阮来陪伴人的心。主啊，即时我嘛要特别为着我教会的建堂，主来祈祷。恳求上帝，你来保守看顾阮伫起造教会建堂的当中，主，阮毋是要彰显人的心思意念，乃是要成就上帝你的心意。恳求主，你来保守看顾，互阮新的会堂会当诚侪即个社区的光灯，互搁较侪人会当入来教会，互阮的教会会当亲像社区每一个人的好处边共款，因愿意时常伫即个所在来出入，互即个所在诚侪因生活当中真正是重要的一部分。恳求主，你来保守、看顾、帮助阮，嘛借着即个新的会堂，互阮伫宣教的部分会当搁较进一步。求主，你来保守、看顾、帮助阮。主啊，阮嘛要为着阮教会内面所有兄弟姊妹的灵命来祈祷，互阮每一个人，阮的心、心灵拢会当
得到健康，愿伫信仰的道路顶悬，对着真理的认捌，会当日日拿来拿进步。嘛，阮当知，阮会当信主，乃是上帝你白白的恩典。阮无啥物会通夸口，阮只会当感谢。总是阮搁较爱伫信仰的顶悬，不断来长进，毋是停留伫阮初信的时。恳求上帝你来帮助看顾阮，主啊，阮感谢你。恳求主看顾阮教会内面兄弟，无论是辛苦白疼，无论是经济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拢求主你来保守、带领甲引带。这时，我嘛要特别为着庄元顺弟兄、来比爱姐妹，为着因夫妇来祈祷，恳求上帝你甲因三个一个，互因无论是信仰，无论是身体，拢有上帝你的看顾。我嘛特别为着互你指示来祈祷，求主你互伊的身体的病痛有上帝你的保守、医治甲看顾。嘛，恳求上帝你帮助戴双如姐妹，互伊伫即个信仰顶悬，伫事工的顶悬，拢得到上帝你特别加倍的恩典甲扶持。我嘛要为着真正讲长老来祈祷，求主你来看顾伊伫信仰的顶悬，伫工作的顶悬，伫服侍的顶悬，拢满有对上帝你所来的恩典甲智慧。恳求主你保守王天士老师甲林秋平老师因夫妇，求主你互因出入，互因一切心心灵的健康，拢有上帝你亲自的保守、看顾甲恩典。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爸爸，即时阮求你的圣神来光照阮，使阮众兄弟姊妹有智慧的心、聪明的灵，互阮会当明白今仔日牧师要分享的讲道。嘛，恳求上帝你的圣神，特别甲牧师三甲伫地，互牧师今仔日所分享的信息，成做阮众兄弟的帮助。听阮的爸爸，阮感谢你，恳求上帝你互阮伫今仔日听了牧师的讲道，听了后，阮转去了后，就将即个道伫阮每一日的生活当中行出来，互阮诚侪下你旨意的囝子。听阮的爸爸，阮感谢你。阮安尼敬虔的祈祷、交托、学乐感谢，拢是用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这是咱的启用，今仔日的启用文是33，嘛是诗篇139篇，显着咱的交托。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一声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得看。我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还袂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物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避你。走去倒位，我才会当多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这边，也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扛起来。叫暗暝甲我遮杂。对你来讲，黑暗
无算是暗。暗时亲像日是遐尼光，一声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你。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若算会了，嘛袂当扫剔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这时，咱来共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诗篇139篇第7节到12节。我来念：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避你；行到倒位，我才袂当逃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府，你嘛伫遐；我若天色飞去日出迄边，也是歇伫日落即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藏起来，叫暗暝甲我遮罩。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共款。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青少年团体来学乐，因今仔日要学乐的诗歌是《认识你真好》。小草，那年春的小鸟。
感谢青少年因真水的学老。这是咱要请牧师来正道，牧师今仔要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无限第二讲。兄弟平安。伫咱顶顶礼拜，咱捌思想上帝的两个无限。第一个是上帝的无所不知，甲着上帝的无所不能。伊知影咱的这一切，也会通成就超过咱的所求所想的代志。但是伫咧咱的即个现实的即个生活中间，侪人，我想咱的迄个上大的挣扎，挣扎，毋是毋知影上帝存在，嘛毋是怀疑上帝的能力，乃是咱伫咧即个苦难，甲着伫咧孤单，以及伫咧黑暗的中间，咱会问的代志就是上帝，你到底伫倒落？有当时咱会伫咧即个病房的内面伫遐祈祷，有当时咱伫咧即个人生的即个安尼低谷的中间，咱伫遐流目屎。有当时咱被误解、被忽略，也是被伤害，所以咱会时常来伫遐感觉讲，那亲像无人看见我，那亲像上帝离我真远。但是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要甲咱讲的，就是上帝伊从来他从未离开，伊毋那是无所不在，伊搁较是无所不记、无所不见。这两个真理要成做咱伫咧咱的人生内面一个真极大的安慰，甲着提醒。所以咱大声要来看安尼，什么是上帝的无所不在？也就是上帝伊的全在。伫咱今日所领受的经文内面，伊讲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咱今仔的经文，毋那是干伫咧咱的KM文，嘛是伫咧咱的包括伫咧咱的信息内面，咱拢有唱着。伊讲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躺在阴间，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压碎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对你不再是黑暗，黑暗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伫咱今仔这段经文内面，一开始第8节内面，甲咱讲起到一件代志，就是叫做升到天上，跟躲在那个躺在阴间。这是一个咱来用想，这是一个会通讲是一个垂直的空间升到天上，躺在这个阴间。这是一个会通讲是一个安尼迄个垂直空间的一个极致的一个描述。会用讲上悬到拄天，上低到安尼阴间。所以这是一个上帝伊咧讲起着伊到底伫倒位。咱会通发现诗人伊安怎来形容？第9节佫讲安尼，迄个天开天实的实飞到海的极头，这是一个水平的迄个极致。水平空间的一个极致的描述，你通想象对东方迄个日出的所在，一直到安尼那个西边，迄个讲海的，安尼讲海的尽头。所以咱会通看见，迄是头仔讲起着垂直过来，讲起着即个水平的即个描述。伫咧即内面，佫讲起着迄个清晨的翅膀，咱通想象这是一个真水的一个真有诗意的一个迄个想象，你通想象讲迄个晨间的迄个亮那个光线，那亲像那石共款的一个生物共款，安尼对东边瞬间射到迄个西边，咱通想象咱安尼像讲伫咧元旦去伫咧看即个日出，那个当迄个海的迄个尽头伫遐，安尼日头熊熊安尼。拄射出来的时阵，迄个光线马上射到安尼，咱看袂到的所在的迄个远。
瞬间从东方飞到西方，迄、个那样想象，迄、个上帝的迄个无所不在，亲像迄个清晨的翅膀共款。佮后壁伫遐形容讲，安尼你的手，你的手要引带我，你的正手要扶持我，这是会通讲，就算讲伫咧上远的所在。上帝伊毋若甲咱同在，伊阁是真积极来伫遐来引带、来扶持咱。所以诗人伫遮伫遐咧形容上帝的迄个无所不在。耶利米书第23章嘛安尼讲起讲，我减简单安尼，我减简单安尼伫近的所在才是上帝。伫远的所在就毋是上帝。我阁问，减有人会当秘伫稳密的所在，互我看袂到？我减毋是充满伫天地逐角落。使徒行传第17章内面嘛安尼讲起，伫遐讲起讲就算讲安尼讲咱为了要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就如你们的诗人也是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伫这段经文内面，保罗伫咧迄个雅典的所在，伫遐甲着遐个哲学，伫遐甲遐哲学家，伊伫遐咧甲因对话。伊伫遐强调，保罗伫遐强调，上帝毋若是迄个无所不在。伊更较是咱存在的迄个根据，是伫咧咱的生活，伫咱的行动，甲着咱的所有咱的存在，咱的主伊拢伊是咱的迄个存在的迄个根据。所以咱会通看见上帝的迄个伊讲伊的迄个存在，伊的迄个无所不在，拄好讲起着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伊迄个本质的存在，上帝本质的存在，伊本质。会讲共时阵存在伫每一个所在。第二个本质是伊迄个能力的迄个存在，就讲上帝的能力跟他的影响力是遍及宇宙的。所以咱会通看见这是一个无共款的区别。今仔日咱伫咧不管是伫咧学校咱伫咧读册也啥，咱对上帝了解，咱来知影讲上帝的存在，毋是一种叫做泛神论的。认为讲上帝就是那个自然界，毋是上帝也嘛，毋是迄个被分割伫咧无共款的所在，亲像迄个宋七力共款伫遮伫遐。上帝是迄个，伊伫每一个角落，伊拢甲咱三个伫地的主。伊是迄个伊安尼是迄个上帝迄个存在是超越上帝伊选择甲着即个受造物。伫遐来亲密同在，所以咱会通看见，咱的主伊是一个毋是亲像咱伫咧民间宗教的迄个信仰内面去到伫迄个所在，咱的迄个神明所拜的神明，伊需要用分神去到迄个所在，平啊共款，不管是拜观音、拜妈祖，哪有迄个讲即个所在较圣，迄个所在较无圣。上帝去到倒位，伊的能力拢共款去到伫倒每一个所在，所以迄个上帝，伊就较亲像啥物个？就较亲像咱伫咧迄个，亲像迄个日光共款，伊同时照射伫咧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咧，伊袂因为讲照射森林就减少对迄个海洋的迄个光照。上帝的同在嘛是共款，伊同时伫甲着每一人同在，伊袂因为甲别人同在就减少伊对你的迄个咱讲叫做关注。今仔日有当时咱会有迄种，尤其是咱伫咧甲迄个亲子的关系内面，有当时囡仔会讲我的爸母较疼某咪人，无较无疼我。上帝袂因为伊那亲像伊看起来那像光照某一个人，就无光照你。伊对每一个人拢总是共款的。
搁咱生活伫咧咱的迄个，咱生活伫咧即个地球，咱有一个大气层甲咱包咧。即个空气，咱踮伫咧即个空气的内面，咱咧呼吸的时阵，空气进入伫咱的肺部，咱伫咧讲话的时阵，空气会传送咱的声音。上帝同在是比即个空气搁较真实，搁较亲密。有一个宣教师伊安尼受派去到伫即个非洲真偏僻的所在，伊伫遐咧做宣教。有当时伊嘛会有感觉安尼孤单的时阵，伊会想念伊的安尼家乡的即个教会甲着伊的遮的一寡朋友。有一暝伊伫咧祈祷的内面，就忽然伊感受到迄种上帝甲伊同在是遐尼真实，伊就亲像上帝，亲像就坐伫咧伊的边啊。伫咧迄个时阵，伊常常有迄款安尼意识到，迄个安尼去明白，讲毋是上帝带伊来到伫即个偏远的即个所在。乃是伊来到上帝一直拢伫地的所在。后来伊安尼讲，我前以为是我将上帝带到非洲，现在我知影是上帝将我带来到伊早就已经伫即个所在咧工作的所在。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上帝的迄个无所不在，上帝的那个无所不在，他的存在。伊要带来，互咱有高定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安慰。第一个安慰就是迄个伊迄种永不孤单的迄个确据，就是咱无论咱行到倒位，咱上帝拢甲咱同在。申命记第3章内面安尼讲，你着勇敢壮大，毋免惊，毋免惊因，毋免因为因来恐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甲恁做伙去。袂离开恁，嘛袂放杀恁，所以咱就通知影上帝是伊的迄个无所不在，互咱安尼永远袂感觉孤单。第二上帝的迄个无所不在，是互咱会通安尼随时祈祷迄款安尼的自由。过去以色列人因敬拜上帝，爱去到伫即个圣殿的所在，但是自从主耶稣安尼为咱来定死伫咧十字架顶，伊将迄个圣殿的迄个张犁来拆离了，咱会通伫咧每一个所在来上帝来祈祷。咱无需要伫咧迄个真特定的所在，也是时间，咱随时拢会使祈祷。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讲着继续祈祷，不住的祷告。所以咱随时随在，咱拢会通随时来祈祷。所以咱伫咧开车，咱伫咧做代志，甚至你咧洗身躯，拢会使来上帝来祈祷。第三，咱上帝的同在，伊的存在，互咱会通得到安慰，就是咱会通来真勇敢来去面对伫咱生命中的遮个挑战，互咱会通有迄款勇敢面对挑战的迄个气力。因为上帝的同在，所以咱讲咱无所畏惧。约书亚记第1章内面讲我减无命令你嘛，你着勇敢壮大，毋通惊，毋通论，因为你无论去倒位，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所以咱会通有安尼迄款安尼迄个确据。第四就是上帝的迄个安尼无所不在，伊互咱有迄款安尼有迄种安慰，就是咱会通跨越迄种地狱的迄款的团契。迄种咱会通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咱拢有共一位上帝的内面的迄款安尼的合一。所以咱是有一位主上帝，伊是万有的的爸，伊搁是啥啦？伫万有的顶面贯穿万有，搁伫万有的中间。所以咱就会通知影，咱所敬拜的主。咱无需要讲，亲像遮民间宗教，咱需要安尼逐位安尼讲逢庙必拜。所以今仔日咱会通看见有的兄弟
会有迄款安尼，感觉讲啊，倒一个教会的牧师也好，迄间教会哦，那像较有，咱讲较有能力、较有宽柄。如果咱的信仰若是安尼的时阵，咱用想象讲，安尼咱是啥物款的信仰？是民间宗教的信仰，是倒一间庙较圣，倒一间庙的神明较有气力。但是咱所信的，竟毋是迄个只有一位上帝哦，就是万人之父，超越万有之上，他是贯通万有，是在万有之中的。所以咱去到倒位，上帝甲咱送啊伫地，咱就无所畏惧，也咱会通伫迄中间，伫遐彼此团结。所以咱去到倒位，咱拄着咱安尼同信的兄弟，咱会有迄种满满的欢喜。咱会通知影讲，咱是伫咧主的内面是同一家人。第五，咱有迄款安尼的迄个安慰，就是咱是有迄种无处可逃的迄款的提醒。什么款的提醒？就是咱无法度去逃避上帝的同在。这也是一种的境界，嘛是一种的保护。就较亲像伫咧约拿书内面，约拿伊伫遐逃避上帝对伊的迄个呼召，但是伊伫咧中间，上帝伊确实伫迄个中间安尼甲约拿送啊伫地。就算讲约拿迄个时阵伫咧大鱼内面，伊悠然去感受到上帝会甲伊的同在，所以咱嘛同款会通伫迄个中间领受上帝的同在。第六种的安慰，就是咱伫咧黑暗的中间，悠然有光明。就算讲咱伫咧上黑暗的时刻，上帝悠然甲咱伫地。诗篇第23篇内面有安尼讲起，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咱会通真清楚知影。就算讲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拄着迄个黑暗的代志，咱安尼拄着，咱看起来咱的人生那像已经乌有起来。但是上帝伊应允讲，就算讲是伫咧迄个时阵，我悠然甲你同在。第七，就是咱会通得到迄款安尼安慰，就是上帝无所不在，是伫咧迄个伫咧患难中，迄款安尼的平安，上帝的同在，互咱伫咧风暴的中间互咱有平安。约翰福音第16章内面讲，伫咧这个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所以，咱伫咧面对患难的时阵，咱爱有迄款安尼的确信，佮掠条上帝对咱的伊对咱的迄款安尼的确信。就算讲咱拄着苦难，咱嘛会通有安尼迄个把握，所以圣神嘛赏赐咱，互咱有安尼的勇气，会通好去面对咱伫咧咱人生中，咱伫咧生命中拄着这个患难甲挑战。第八就是咱会通有安尼的安慰，是咱伫咧服侍中间，互咱悠然有气力。上帝同在是咱服侍的气力的来源。马太福音第28章讲，我敢毋是安尼甲恁吩咐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就会记得我逐日甲恁同在，这是主伊对咱的应允。佮伊的应允是讲，直到今世的结束。所以咱有迄款安尼把，这是主伊对咱的迄款安尼应允。所以上帝同在，嘛要互咱会通领受迄个拥有迄个永恒的迄个愿望。上帝同在是咱永恒安尼愿望的迄个保证。启示录第21章内面去讲起着讲我搁听见有大个声对宝座来发出讲，看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因要做伊的子民，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所以弟兄姊，
上帝同在，毋是讲偶然来出现的，伊是永远无离开的上帝。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一个上大的上大安全感，毋是来自于即个咱所面对的即个环境的迄个稳定，乃是因为有主咱的上帝的同在，伊的同在，互咱有安全感。所以，当咱知影主甲咱同在的时阵，就算讲咱迄个所面对的迄个黑暗、幽暗，抑搁同在，抑搁伫地，迄个困境，咱的挑战抑搁伫地，但是咱心悠远有对主来的迄个平安，所以咱就无任何的惊吓。这就是上帝的无限，伊的迄个无所不在。第四，咱要来看上帝的迄个无所不记，也就是伊的专技。在希伯来书第4章内面，安尼讲起讲讲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露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伫即个段经文内面讲起着上帝的一寡伊的属性，甲着伊的迄个伊的迄个本质。上帝伊的道是活泼的，主的道是毋是静态，是充满活命，然后生命力的活命力的。所以咱咧信上帝，咱将上帝的话语放伫咱的心中的时阵，咱毋好将咱的信仰活甲变做僵化去，因为主的道是活泼的，毋好将上帝的话语活甲变做活甲死去。所以咱需要不断互上帝的道来将咱的迄个原底本底迄个咱讲迟钝了、死去的信仰，搁重新的再一次被得着更新。因为更新这个字，本底它是一个进行式，它不是那个过去式。所以上帝的道是不断伫遐来更新，不断伫遐来，互咱的性命伫遐来得到更新的。搁是有功效的，也就是讲，是迄种咱讲是迄种 energy 是迄种安尼真积极的，是主动的安尼不断伫遐安尼咧作用，上帝的话是不断伫遐咧作用的。搁伊是是比一切两刃的剑，伫这个所在，这是一个两边锋利的剑，随时会通安尼刺入破开。你刀咱毋是亲像咱的菜刀，咱的菜刀有的菜刀，咱即摆菜刀拢甲一面对无？你若用另外迄边，你就无法度动物件，你敢会晓甲汉无歹啊？啥物货？上帝刀是亲像双面来的剑，会通伫迄中间来安尼将人的灵魂、人的迄个人。内在生命内面，迄个无共的迄个层面，讲和迄个骨髓跟迄个骨节，人规个身体的迄个结构的迄个深层的部分，咱真感谢主，咱伫咧即马咱的即个科技，咱有法度用着即个安尼电脑断层，互咱会通看见咱身体内面的迄个每一个角落，上帝的道。就较亲像即种迄个安尼电脑断层共款，佮伊迄个电脑断层是超过咱即目前所有的科技迄个咱即目前的科技电脑断层，伊会用它可以切多少层？上帝伊的刀亲像两刃的剑，会通伫迄中间来刺入破开，佮包括咱的啥？咱的规个心思意念，我们的主意，也就是讲咱的内心深处，咱的动机甲咱的意图，上帝拢知，是迄个刺入敞开的，是迄
迄个刺入敞开原底本来意思是迄个，咱会知影讲，迄个，咱若咧杀一只鸡的时阵会安怎？是毋是爱将即个伊阿妈棍先甲安尼甲迄个气管先甲挂一刀？你会规个阿妈棍甲剁起来无？哦，你敢若会甲挂一点仔对无？先甲火放互掉。迄个刺入敞开的意思，就是将即个动物的阿妈棍露出来，将上帝迄个上帝都将咱人的迄个动物的阿妈棍露出来，创啥？可以精确的切割，可以安尼准备宰杀，也就是讲，咱伫上帝面前，那亲像迄种无法隐藏的，是刺入敞开的。箴言15章安尼甲咱讲起，讲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上主的目睭无伊目睭逐所在伫看，好歹拢伫监察。所以讲到迄个监察，迄是一个伊是仔细咧看，是真细腻咧看，真安尼，那亲像啥？亲像迄个那个守望台，那个哨兵伫迄个守望的时阵，是真细腻咧看每一个角落。上帝伊的迄个无所不在，甲伊的无所不见，是伊伫遐真安尼真清楚、真仔细咧看咱每一个人，咱的思考、咱的思想、咱的意念、咱。所行所做，拢伫咧伊的目睭内，伊咧甲咱观看。哥林多前书保罗也安尼甲咱讲，伊讲哪？讲所以时机还未到，恁毋通批判人，等到主来临，迄时伊会用光照黑暗中的秘密，甲隐藏伫人心内的动机暴露出来。迄时，逐个人会对上帝得到称赞。弟兄姊妹，伫即个所在真清楚甲咱讲起，主爱咱所做就是毋通批判人，因为到主来临的时阵，咱若批判人的结果就是上帝会照咱所批判，先来审判咱。咱伫上帝面前真正拢安尼叫做完全嘛，所以咱。需要真清、真安尼看见咱家己，咱是迄个袂堪着，咱是迄个软弱的，咱是迄个需要主的救恩的，所以咱就无伫遐过来评判咱家己，伫遐自高自义。咱若是只有干那伫上帝面前伫遐讲，主啊，了赦我、赦免我，因为我是有罪的人。因为咱伫上帝面前是赤露敞开的。诗篇94篇也安尼讲，迄个做耳孔的上帝，家己减袂听见；做目睭的上帝，家己减袂看见。所以咱就会通看见，咱的主，伊是一个什么款的主？伊是一个全见的，伊是无所不见的主。所以咱会通看见，伊是看见外在的行为，是伫咧每一个动作，拢伫咧上帝眼中。搁安那，伫伊也看透咱内在的动机。所以咱迄落叫做讲，为什么迄个做比什么搁较重要？就讲咱今仔日做一个基督徒，上帝话语咱拢知，咱嘛背出来，甚至咱拢会用倒背如流。但是咱到底活出上帝话语到什么款的程度？上帝伊看咱的内在，看咱的内在的动机。伊伫迄个中间分别即个属灵的即个实质，伊伫咧咱外表的敬虔，甲着咱的内心的真实，是毋是有彼此互相的迄个对应？因为伊是迄个无所不见的上帝，但是伊是迄个会通预见未来的迄个终结，迄个种结果。所以咱只有干那伫遐谦卑，伫遐安尼选择，因为每一个选择
会影响咱最终的迄个结果。当咱伫遐选择，咱要伫遐自高自义，咱伫遐咱家己要来做掌管，家己掌管做王，咱无爱互主伫咱性命内面掌管做王，主拢看在伫咱内，主的无所不及，咱家己需要去对主来当头对面。就较亲像医生，伊用迄个 X 光也好，还是核磁即个扫描也好。核磁共振，伊伫咧检查病人的时阵，伊会通看见迄个 X 光，咱若去照 X 光的时阵 ，X 光会用看见迄个咱伫咧即个皮肤下骹，不管是咱的骨骼、咱的器官等等遮的。但是医生伊敢若会用看到身体，但是上帝伊却会通看见咱的心灵。所以医生是为着要治疗疾病。但是咱的主，咱的上帝，伊是要为着要医治咱灵魂的疾病。亲像一个老母啊，我相信咱伫咱在座咱中间真侪姊妹，拢是做人老母。我相信我讲即句话，咱拢会通好意会，就是一个有智慧的老母，伊有法度去看透伊的囡仔的伪装，知影即个伊的囡仔什么时阵讲白贼，什么时阵伊的心中好像有事。咱的姊妹是真敏感的，因为上帝赏赐互伊的，是安怎伊比查甫人较慢创造，因为佫较精细，所以有法度去体会。去了解，会用去敏感到伊的囡仔有事，但是即个老母伊迄款安尼目的，毋是要掠条即个囡仔的错误啊，咱是要帮助伊的囡仔来得到成长。所以即个囡仔若咧讲白菜的时阵，老母会甲提醒，会甲伊导正。过去有一个真少年的传道。伊外面看起来安尼真熟练，讲道嘛真有温顺，但是伊的内心充满了骄傲，甲着即个嫉妒。有一天伊去读着即个咱今仔所领受诗篇139篇，内面讲起着讲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影我的心思，试验我，知影我的意思，看我内面有啥物歹所行啊。带我行永远路，当圣神光照伊的时阵，互伊就看见伊内心的迄款安尼的真实的状况。圣经经文咱拢知，咱嘛拢咧读，但是咱是毋是真正愿意去将主的话读入去咱的心内，并且佫活出来，互咱会通真实。让互上帝的话来刺察咱的心，佮互咱真正会通看见咱家己生命真实的状况。所以是安那牧师一直不断伫遐强调，咱的信仰是一个自我反省的信仰。咱毋是伫遐咧看讲别人怎样，咱毋是伫遐指感着安尼一支指头啊，伫遐咧指着别人讲，主啊，你看即个人。亲像迄个伫咧，迄个安尼，迄个法利赛人伫遐讲主啊，我安尼，我有献1/10，我无亲像迄个抽象的同款。咱的信仰毋是迄个不断伫遐看见别人的迄个错误的所在，咱伫遐是求圣神来光照咱，看见咱家己生命内面的真实的状况。所以，迄个传道后来，伊伫遐安尼，就开始真心来悔改，求上帝来洁净伊的内心。后来，伊伫遐见证讲感谢上帝，伊的眼目会通亲像火焰共款，因为上帝的眼目亲像火焰共款。佫讲啊，毋是要烧毁我，乃是要讲炼净我。所以，上帝的话是安怎有气力？是伫咧当上帝话，咱欢喜用上帝话来光照咱，来
真做咱的快乐甲帮助的时阵，是要互咱的性命来得到洁净。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上帝的迄个权鉴，伊的迄个无所不及，要对咱有安尼10重的提醒。第一重的提醒就是，互咱会通诚实来面对咱的自己。因为上帝伊既然伊拢看见，咱无法度自欺啦。到太书内面讲起就讲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咱爱真诚实来面对咱的主，咱毋好感觉讲咱安尼伫咧外面人看，哇，咱非常的虔诚，但是咱的主伊拢知影咱的内心怎样。第二，咱安尼毋免惊上帝对咱的迄个审视，因为伊的眼目遍察全地，但是咱的主伊的眼目也同款满有慈悲、怜悯甲恩典。所以约翰一书内面讲起就讲，在爱里没有惧怕，完满的爱把惧怕驱逐出去，因为惧怕里含着惩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尚未得到完满。所以咱伫咱的性命内面，咱敢有啥物惊吓的？咱若伫咧主的内面，咱就无有任何的惊吓。有主的听伫咱内面，咱无有惊吓。迄个完全的听会赶出惊吓，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有惊吓的人，听犹原无完全实现出来。所以求主帮助咱。第三，咱会通安尼对咱的提醒，就是咱爱追求咱内心的迄个圣洁。咱毋是干那只有伫遐来安尼伫咧迄个外在的敬虔，搁较伫咧咱的内心的迄个纯洁。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内面安尼讲。伊讲迄个讲心清洁的人真有福气，哦，咱旧版的迄个讲清气心肝的人，一个真要紧的，心清气的人，因会见到上帝，这是上帝对咱的应允。所以咱需要的是时常伫主的面前来真清楚来去面对咱家己，咱就要甲主相拄。第四，咱需要谦卑来承认咱的软弱。上帝伊知影咱的本质，伊知影咱的软弱，咱不过是安尼土粉。所以诗篇内面讲起讲啦，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上帝伊知影咱需要的是承认咱家己咱的软弱，承认咱是安尼是需要主的，咱需要主的拯救，搁咱真清楚知影咱是不配。但是因为主的恩典，互咱安尼有机会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过来，咱需要上帝，伊是相信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伊伫咧逐项的代志顶面，伊拢有看见，伊看见所有一切不义，佮讲伊的确要实行公义。所以伫咧罗马书内面讲起一个真要紧的，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为着家己报怨，宁可互上帝替恁受气。因为圣经有记载，主讲伸冤在伫我，我会报应。所以当咱伸冤的时阵，咱若家己来为家己来安尼报冤的时阵，咱会发生啥物代志？头拄已经讲过。当咱开始去审判别人的时阵，上帝伊就先审判咱，因为咱伫主的面前咱嘛是同款是不义的。所以，咱要家己来报冤，咱宁可互上帝替咱受气，敢毋是？第六，咱上帝对咱的专在，对咱的提醒就是迄种个会通，互咱会通，咱需要去安慰伫咧苦难中的人。上帝看见咱的目屎，所以伊的确要出气。迄是咯第21章内面讲上帝要出气咱目睭拢总的目屎，所以咱嘛是同款照主的话，咱嘛伫遐来安慰夫妻，
这个伫咧苦难中的人。但是咱今仔日咱嘛要看见，今仔日伫咱的社会中有侪过去拄着这不公不义的代志的时阵，结果人一直活伫咧迄种，咱讲迄个伫咧苦难的中间的结果，就是咱就落尾手，迄个受害者，到最后变成加害人，因为拿着受害，拿着他所受的害去加害，去霸凌其他的一些这一些人，这拢已经安尼，毋是咱的信仰爱咱所行的。第七，搁一摆提醒咱着爱坚持行好，毋通灰心。甲太书第6章讲，咱行好毋通善做好事毋通想善，若无灰心时到就通修成。搁咱需要伫遐来时常来警觉安尼，咱家己才会稳捌的做，警戒咱稳捌的做，无有任何的做伫咧上帝面前是稳捌的。所以民数记32章讲起就讲倘若你们不这样做，看你们就得罪了耶和华。当知道你们的罪必找上你们。当咱无愿意来承认咱的罪的时阵，上帝讲讲咱就得罪上帝，讲搁罪要找咱。所以咱咱需要时常来安尼承认咱的罪，伫上帝面前来承认咱的软弱，就咱要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咱会通看见，咱需要伫咱的生活中时常来到伫上帝面前求主帮助咱。第九，咱需要时常来渴慕上帝的称许。上帝眼目是咱行为的最终的迄个标准，毋是人的标准。咱毋是介在伫人对咱安怎看法，咱更较主要是上帝安怎看法。所以咱若有注意，牧师定在咧祈祷的时阵会讲，求主纪念即个某咪人，伊伫主你面前所摆上的，就是咱到底咱活出来伫上帝面前，上帝安怎纪念咱？咱会通看见伫咧圣经内面有偌济的记载，上帝纪念即个人就有啥物款无共款的作为。咱共款，咱嘛需要伫上帝面前来安尼，较无得到上帝对咱的迄个称赞。所以咱会通看见哥林多后书讲无论是住在身内或住在身外，我们都立了志，要得主的喜悦。我们不是得人的喜悦，而是得主的喜悦。上落尾，咱需要咱期待迄个伫咧上落尾，咱会通得到迄个上落尾的迄个赏赐，因为上帝伊要照着咱个人咱的行为来报应咱。启示录第22章内面讲起就讲，看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每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弟兄姊，今仔日咱会通对上帝话语内面，搁一摆，互咱有侪侪遮的提醒。安尼，咱是毋是有欢喜来顺叹上帝对咱所提醒？伊是迄个无所不在的主，伊也是迄个无所不见的主。所以，若上帝只是看见咱的罪，安尼会互咱感觉惊吓。但是感谢主，伊看见咱的一切，但是咱的主伊犹原听咱。所以上帝伊的权鉴，毋是毁灭咱，乃是伊要看见了，伊要洁净咱。所以伊的眼目亲像火焰共款。咱伫启示内面有讲起到迄个羔羊人子的迄个形象内面，他的眼目是火焰，毋是要为着要烧毁生命，乃是要炼净咱的性命。所以弟兄姊妹，咱今仔日咱明白上帝的两个无限，
咱会通伫迄中间咱看见上帝伊的迄个无所不在跟他的无所不见，这两个真理要带互咱极大的安慰甲提醒，就是上帝的无所不在，要互咱无搁再孤单；，搁上帝的无所不见，要互咱无搁再咱过着一个真虚假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咱，伊要互咱伫咧上软弱的所在，伊要陪伴咱，也要伫咧咱上稳密的所在，伊要来光照咱。所以咱无搁再，咱会通安尼放心来到伫咱的主的面前，因为本来伊就无所不在，伊也无所不见。所以咱会通放心来到伫面，咱无需要伪装。所以今仔日伫咧教会内面，有的人伫遐来到主的面前，伫遐啼哭，伫遐大声吼，咱会看见伊伫遐甲主相见，咱爱为着安尼来欢喜快乐。所以咱无需要伪装，嘛无需要伪装咱家己，因为伊早就知影咱的一切。所以有的人伊伫迄个哭的过程内面，伊无有啥物款的祈祷，但是上帝拢知影伊心内的苦。因为伊悠然欢喜来听咱，引带咱，所以也期待咱会通学习，咱会通每一日，咱会通活伫咧咱的上帝同在内面，活伫咧上帝的光照的内面。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所领受的，互咱会通搁一摆受到提醒，安尼咱会通来想看觅啊，伫咧咱最近倒一寡的处境内面，咱家己感觉孤单，咱是安怎会感觉孤单？咱是毋是有相信上帝其实一直甲咱同在？如果咱会感觉孤单，咱却无感觉上帝甲咱同在，安尼问题出伫什么所在？第二，你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是毋是有一寡稳重的思想，也是态度，也是做需要互上帝来甲咱光照，也是更新？所以，当咱的好的行为无互人看见的时阵，咱是悠然愿意来忠心来伫遐继续来服侍咱的主。第三，上帝的无所不在，甲上帝的无所不见，这两个真理，今仔日咱要怎样来改变咱的生活，甲着咱的信仰的态度，互咱会通搁一摆重新来去检视咱的生命，求主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迄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见的上帝。当阮伫咧人生的道路中面感觉孤单的时阵，感谢你无离开阮；当阮经过黑暗甲患难的时阵，感谢你悠然用着你的慈悲怜悯的手来扶持阮。主啊，你也看见阮内心即个深的所在，所有的一切，你知影阮的软弱。阮的挣扎，甲着阮稳重的做，求你用着你的圣神的光来光照阮、照亮阮，互阮会通愿意来诚实来去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阮无搁再来安尼躲藏，也无搁再来伪装阮家己。求你来洁净阮的心，塑造阮的生命，互阮会通哪来哪亲像主。也求你帮助阮，伫无人看见的时阵，悠然会通忠心。阮伫咧受委屈的时阵，悠然信靠；伫咧阮孤单的时阵，悠然仰望，互阮会通安尼日日活伫咧你的同在内面，也搁活伫咧你的真光的内面。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得胜的名祈祷，阿免。这是咱的会用的诗，圣诗21首。主，你无所不在，叫咱起立来吟全首。你无所不在，我主你无所不在，主你无所不在，我主你无所不在。全世界无人通甲你相比，主你
你听透无限。全世界无人听阮亲像你，有你听透无限。有你念你学了，我有你念你。 使徒圣经来宣认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壁倒人来受苦，献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 转存转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仔日是11项的吼，这是咱来11项的，请有。 准备兄弟咱同啊来11项的。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既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手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荣光。我是生命，竟然为安尼奉献。 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假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真像影，无通慢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这是咱来感恩奉献。 请方美珍执事甲张淑芬长老来书会。
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吼，来，咱来读一摆吼，读一摆吼，来。我若天时飞去伊出迄边，还是歇伫伊落这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只手嘛会扶持我。一篇139篇到第10章。这是咱来研审报告吼，咱报告的大小毋知有第一届来到咱当中的无？无啦吼，看到 Vicky 吼，来，我们欢迎他了哈，一段时间了哈，一段时间，今天要回去了哦，这个每年都有几次可以看到 Vicky 了哈，好，咱来看周报的报告事项吼。今仔日是要方面主日吼，嘛是关怀亚洲纪念主日吼，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恩典。第2堂礼拜结束吼，要召开建堂委员会会议吼，请委员来备办心。过来就是18号过来这个拜四吼，双年团契要前往大溪吼参加这个礁溪巡礼吼，要外出聚会啦吼。请兄弟来关心甲带导吼，过来就是下一个主日，后礼拜啦吼，敢若讲就是后礼拜日，咱遮无聚会，拢刷伫迄个中山国小有一个，迄是小巨蛋吼，拢伫遐聚会吼。咱兄弟吼，咱伫迄个赖群组有传迄个报名对毋对吼？我听讲吼，有个人要 copy 较无方便啦，毋知要哪操作。所以，若明仔你若要参加后礼拜日的吼，真简单，若物结束了，你甲干事登记就好甲秀敏姐登记安尼就好我们就会统一处理。请大家爱登记，为什么？因为拜一啊啦，因为办理的单位爱传椅啊，惊到时无够，迄椅啊是租的，租一只，搁租10只，价钱就无共款。所以咱请咱兄弟后礼拜原则上啦咱若无什么代志，就拢爱参加啦，好无安尼较好因为遮无礼拜不可停止聚会所以请咱大家会记得咱明仔做干事登记登记就可以了，这样比较快过来具体消息的部分第一点是迄个本来一个演习啦因为端午节5日节的关系所以有延期1个礼拜第6月27，请咱兄弟来过目。第2点嘛是因为有刊登过请兄弟来过目就好过来就是9月初7到初97册中华妇女施工部有这个信仰灵修关怀之旅有要参加的兄弟姊妹啦姊妹再来找咱的会长过来就是这个顶周的聚会出席的部分，请兄弟来过目过来后一个礼拜要服侍的兄弟，请咱备办心上落尾是过期报告请咱兄弟来过目若是有登记了毋对的所在再找咱教会干事来更正以上，毋知牧师有补充的无？好，来，安尼咱来吟上营388首念之说，咱请牧师来祝祷。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高愿恁的心甲魂，你嘅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听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同在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
请坐灭道避会。喂喂喂喂。